珀麗灣客運首次引入雙層巴士，據了解將主力行走過海路線 NR338S。呢批車原先由龍運擁有，喺2021年過檔至九巴，然後喺2026年再次過檔珀麗灣客運。巴士按非專利巴士規格要求，太平門被改用傳統外推式設計，全車設有80個座位。企位則因為客運營業證所限而減至8個，包括一個輪椅位同埋上車門嘅輪椅斜板。珀麗灣客運總共引入咗5部3手 Enviro 500巴士，呢批車將會主力行走來往中環碼頭同埋珀麗灣嘅 NR338S 線。今次並唔係馬灣第一次有雙層巴士駛入，九巴230R、陽光巴士以及寵物巴士亦都會派出雙層巴士行走，亦曾經有雙層巴士駛入新都會廣場巴士總站以及珀麗灣總站。